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仔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300年前，孔子庙是安那讲？上届历史悠久的，伫咧台南，正就是郑成功即个口仔上届挖靠的宰相的人才陈永华，伊伫迄当阵就开始设落去，用汉学啊，用台湾话，用汉文伫咧教课。啊，陈永华是啥？陈永华正就是金庸小说内底所写的，为人不识陈近南，创始英雄也枉然。天地会首领迄个陈近南呢，毋则台南即马有樱花路咧甲纪念。啊，讲就讲用台语用汉文伫咧读册，实在真侪台湾话拢交破音，一字拢有几落种音。国情记几个咧，甲你互相来探讨一下。来，你甲看讲头一句我要记的。顶牌者写3字，我相信所有咱这观众朋友看着拢会晓读啦。这3字简单啊，咱做伙来甲读一下，都食饱未啊？啊好，食饱未哦？你嘛晓读，我嘛晓读哦。啊，第2排这2字咧，大国情啊，这2字你毋免考啦，一看嘛知影做食品，对呢，有影呢，都足简单呢，大家看到就晓读。换国情甲你请教，头1字甲第2字，咱即马莫读换的，咱读直的。头1字食饱未食，第2字食品的食，2字甲扣起来读直的，2字要安怎样读？哦，这2字食饱未食，食品的食，啊，着食食对啊，食食就是台湾话咧讲的，饱半咱所食的喙食物扣做伙咧讲，食食着爱注意哦，咱这老大人，不管是咱公司台的新闻，拢嘛咧甲你报，甚至新闻的字幕拢嘛咧甲你写。2字食读做伙，头1字读白话，第2字读文言，就是食食。食食就是称呼普遍的，咱食落喙内才会喙食物。食食都爱注意啦。过来，国情搁再记一个咧，你甲看，共款顶排咱先来甲读，这吼爱读白话，我读互你听。即句讲叫做志力，即个志力会志力袂志力的志，毋那干那志力才有通好用尔。志在袂调，有哪即个字？佫有讲，较早的人讲至神，吼，即摆人讲接神啦，共款即个字。啊下排咧，下排这就爱读文言音啊，这就爱读接待哦，哦有影呢国情啊。啊对，共款，即2排顶下字头1字，志力甲接待相接起来，2字读起来读，志力的志，接待的接，啊着志接咧，啊就是甲人志接啊。咱不是新闻字幕来看，嘛是共款。这2字虽然写法相同，读音无同，顶字读册音，读白话音，下字读文言音，所以志接。过来，国情搁再来记一个咧。哦，今日讲了真欢喜，台语真正艺术。头1排读个做啥？动词读个做担水。第2排，哦，咱名词读个做担头。搁第3排咧，这是文言音哦。担水是动词。读册白话音，担头这话白话音，啊，毋过是名词。到第3排，这就文言音、读册音啊，讲做担当。好，啊，这3个词若扣做伙，大国情啊，毋着足复杂的，一点仔都袂复杂。所有会晓讲台湾话的人，我保证你拢会晓读。过来即句，你甲看，我相信你一个看就会晓读啦。对啦，看人担，毋知重啦。所以台湾话吼。深极深，事实浅也极浅，啊，就是啊汉字配合讲飘音的白话字，台语交破一字有侪音，汉字甲白话字互相配合，无分重头轻，安尼才会趣味。